来关心这校园的安全，伫桃园呢有学生囡仔伫学校附近熊熊互人家耍这暗棍，加在附近的民众是随出手来主动。目前呢，这被害者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，那警察也照规定受理，将这嫌犯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今时期翕到高小女学生熊熊互青训的查某人用手棍靠暗棍攻击为面，代志都发生伫12日下晡4点多，女学生放学转去了后，要搁转去学校参加社团，暗过才拄过路就被攻击。好佳在附近的民众见义勇为，出面阻止，女学生这时阵才用脱身离开。情况是怎么样？那件情况就是妹妹过马路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，然后对她锁喉。对，勒住他的脖子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救命声，对，然后我就立马冲过去，先救那个妹妹。针对女学生被锁后的事件，桃园警会局表示，原警接到报案了后，马上赶到位，将涉案的查某人押入保护管束，将其强制就医。被害学生囡仔家长已经提出伤害加恐吓告诉，原警依照规定受理，佮移请桃园地检署来侦办。女子与友人严重争吵，情绪失控，无故骚扰，掐被害学童颈部，热心民众立即上前阻止，员警获报立即赶抵现场。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，他们应该要怎么自保比较好？立刻求救，然后呢，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的地方。那第三个就是赶快叫人家报警。学校知影了后，马上进行校安甲社情通报，同时利用电话加强学生囡仔安全自保宣导，也请老师继续关心被攻击学生的身心状态，要求警局加强巡逻以外，也请你办公室协助。学校校长主任加各行政人员也伫上学区加强导护巡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